最近雨水少，水情是真緊張。來看南投日月潭水庫，水位已經降到真正力咯。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嘛指出講，若降到740公尺以下，就準備要甲碼頭關起來，遊船嘛停止營業。這水庫無水後地出現的死卡，目前的水位嘛一定能看到6隻死卡咯。國際上真出名的旅遊景點日月潭，最近因為欠水，水位直直降低，因為無水。9隻死卡貼懸懸的所在，即馬已經會當看到6隻。1、2、3、4、5、6隻。啊，酷酷啊呢？你感覺較會影響到這淡薄景色？我感覺袂了，特色不一樣嘞。但是看到淡薄擔心啦，水量變少了啊，這邊的飲用水會影響到啊。差真多啊！差真多啊！啊，無應該較儕水，安尼風光明媚的更漂亮啊。台灣目前進入淡水期，加上今年春雨較少，日月潭現主時水位已經降到741公尺左右。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指出，若准水位落到740公尺以下，就會考慮把碼頭關起來，這陣遊覽觀光的服務嘛會停止營業。即馬日月潭水庫的水位降至742公尺，因為碼頭的橋會變得較夾，所以愛請來日月潭佚佗的遊客會使特別注意家己的安全。因為水位下降，日月潭水面嘛出現着2種色水，部分的所在看到黃色的土水色，那親像陰陽海。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強調，這是因為水位下降。布外邊的圖顯現出來，水開變色，嘛顯示着淡水期的危機。提醒大家，這段時間水愛欠欠啊用。記者洪延修南投報道。